就考試啦，明明揀咗好多重點嘅喎，點解温極都温唔識㗎？其實係你學習嘅方法錯咗，等我話你點樣學得好啲啦。係咪冇有讀到我㗎？我睇嘅呢本書像學霸一樣讀書，帶嚟認知科學證實嘅高效學習法。等我嚟教你點樣一齊掌握大腦真正嘅學習機制，用對方法事半功倍。首先你要知道學習從來都唔係靠天分，而係一項可以練翻嚟嘅技能。就好似頂級運動員咁，學霸嘅贏家公式得返一條，就係知道做乜，加埋刻意練習。點解温極都唔識？因為你中咗主觀認知嘅錯覺啊！你狂睇筆記令個腦覺得好順暢，主觀覺得自己識晒，但一去到考試，實際嘅記憶其實低到嚇人。相信自己係視覺型定係聽覺型？錯啦！科學證明混合多種感官學得最好，同埋記住智力唔係天生注定，後天點樣練習遠比你有冇天賦重要。句話你知，決定成績好壞有超過50%係取決於你自身嘅學習習慣，命運係掌握喺你自己手㗎。記住啊，純粹話重點同狂重讀，但係我冇經過認知掙扎，一合埋本書，記憶就會瞬間崩塌，好快就會唔記得㗎啦。想做學霸，即刻轉用 MVP 戰術，第一招間隔訓練，打散温習時間，打破遺忘曲線；第二招提取訓練，唔好死塞晒啲知識入腦，要瘋狂做自我測驗，將啲記憶攞翻晒出嚟。想再勁啲，試下交錯練習，將唔同題型 A、B、C 溝埋一齊操，逼個腦跳躍思考。仲有要自問自答，唔好齋背最後答案，要問自己每一步點解成立。學識呢幾招，學習包你事半功倍。大家一齊去圖書館借呢本書啦，拜拜。